台有客停车司机来指控，讲伊载一对男女为家己的高铁到店家病院，车钱是175，对方摕200块，找钱了后，对方真坚持，讲伊是摕1000块，伊只好阁找因800块。事后调车顶的画面，发现丢掉了。到几下，客停车驾驶甲乘客收车钱，结果却拄到这款代志。我拿1000块给你，拿1000就是。明明互人200，却坚持讲互人1000，就算面对驾驶300个问，查甫人嘛是感觉家己无错，直到摕到800才要落车。驾驶发觉代志无对同，伫咧昨下晡4点，有客停车驾驶伫咧家己高铁站载一男一女，到4.3公里外路程差不多8分钟的中间病院，结果发现扣拐800，赶紧破文提醒其他驾驶。会特别注意拿多少钱的，就很容易会有误会啊，要特别注意。因人而异啊，就我是钱要摕出来时，我就看。你摕出来，我袂记我摕偌济安尼。不可能啊，咱家己钱偌济拢嘛知影啊。实际回到家己高铁站，当事驾驶叶贴无什么加讲，敢若讲已经报警处理。疑似遭到话术诈骗，遂向本分局大巷派出所报案。警方受理后深入调查，积极侦办中。车顶拢爱有录到迄个过程啊，诈骗吗？还是？算诈骗对啊。客停车驾驶讲，惊人客的头壳无清楚，或者是挑工要甲人骗，因拢有家己的小撇步。他如果拿1000，我会放在这边。哦。然后先找他钱，等他下车再把钱收起来。他如果拿100，他说拿1000，我说你的钱在这里，我没有拿收进去哦。除了甲钱放伫咧乡别的所在，个驾驶收到钱了后，会阁讲一摆收你偌济，找钱时嘛同款的讲一摆找偌济，确实有证据，得互人客看行车记录器，厘清真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